世界飞安高峰会今仔日开始连3天伫台北举办，这嘛是这个高峰会第一届刷到台湾来举行，包括美国、英国的世界民航组织在内，有37个国家甲地区来参与。也毋过，中国、香港甲澳门因为政治的因素，抵制无参加。伫这个会场内底讨论提升飞安的措施。会场外是有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举白布条，呼吁台湾的飞安的标准会当国际化。已经有72档历史的世界飞安高峰会，头一次选伫台湾举办。美国、日本、中国官方拢派出代表参与，全球350名的飞安专业人士参加。但是中国、香港、澳门拢因为政治因素抵制出席。这个中国能够从一个更就是这个全球的一个角度来看待飞安，那没有参加是相当可惜的，甚至也是可能损人不利己。今年会议以全球飞行安全分析为题，拍开序幕。会议为期3天，是台湾有史以来上盛大飞安活动。但是伫场外却受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举白布条发口号：检讨台湾的话。职业工会要求政府会当重视机组人员的工时规范，应该要达到欧盟的标准。欧盟已经开始启用更先进的飞安观念，是台湾 AOR 可以跟进的地方。他们只要把陈情书送上来，交通部就会责成我们民航局来处理。借由国际飞安高峰会，空服员搁再提诉求，提悬能见度，嘛，互场内甲场外各有话题。